拉姆納拉揚拉姆，塔庫爾用右手握拳，將拳頭壓在薩納特的手掌上。我們看到芒果汁從塔庫爾的手中滴落下來。薩納特喝了那芒果汁。薩納特薩達爾如今仍然健在，他在靠近杜姆機場的納拉揚普爾建了房子。他現在在機場工作。他曾被調往亞薩姆，但後來又回到了加爾各答。他因挑戰塔庫爾而受到了報應。我們都是這件事的見證者。阿查爾森對這件事的敘述到此結束。就在那天晚上的課堂上，塔庫爾講述了這件事。他說：如果你們懷疑我，而我還得用這種方式來消除你們的疑慮，那我怎麼能工作？我怎麼能去努力消除每一位弟子心中的誤解和不信任？我要告訴你們，如果一個弟子對導師心存懷疑，那他就無法在導師的生命中佔有一席之地。